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坐落去，我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眠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耶和华啊，我的喙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看手伫我的顶面。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真悬，我袂会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引我的路。请咱三角来吟诗学罗上帝，诚信诗第23首，赤鸟的主，海翁的主。会众请起立吟全首。赤鸟的主，海翁的主，良世心情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怎样来学路？北东的主，风的主，春高的主，阮着怎样相在岸？阮着怎样来呼求？太阳的主是地的主。天空的主，阮着怎样受恩典？阮着怎样来感谢？耀我的主，名行的主，明明拢主的主，阮着怎样求关顾？怎样伫我命？对面的主，对面的主，永远受情的主，阮着怎样显仁爱？怎样求和平？万世的主，心意的主。阮着怎样显心路？怎样是显你天国？请咱做伙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着安尼三听，恁也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请咱做伙来读新信息刻印文第33篇。请掀开信息后壁面，也是看头前的 PPT。我来刻，请会众来印。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
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道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食鸭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三甲来祈祷，疼痛阮的天父，你知影阮的心思念头，你知影阮常常挂虑的是阮的囝儿。今仔日是主日关怀主日，求你看顾阮的细囝，祝福因，互因身体健康。你知影阮遮做爸母的心，这细囝是阮的宝贝，嘛是你所赏赐予阮的。你认捌每一个细囝，嘛疼因，你嘛常常听因的祈祷，因为你爱听囡仔的声。愿你赐予阮做爸母的有智慧，互阮会当用你的话教养因，嘛赐予因有顺服的心，认捌你，互做爸母的甲囝儿的心和好，互相认捌，互相体谅，互相疼痛。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平安。这是请信歌队来学老。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主是我磐石”。Thank you.
感谢圣歌队献唱美好的歌声。即是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看的圣经节是启示录第2章第1到第7节。然后圣经的兄弟，请掀开新约圣经第283页，也是看头前的 PPT， 咱做伙来读。你着写批予伫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讲：正手摕7粒星，行伫7支金灯台中的。伊的话讲：我知你的所行，甲你的着磨吞忍，才会做歹的人，你也袂用阮伊。才会家己讲是使徒，其实毋是的。你捌试验因，知因是白菜，你也有吞忍，捌为着我的名忍受无野善。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疼。所以，就记得你对倒落跌落来，就反悔来行你起头的所行。若无安尼，你若无反悔，我要到你遐，刷你的灯台，离开伊的位。若是你也有一项好处，就是我所愿幸运。尼古拉讲的所行，你也怨恨伊。有耳孔的，就听信神甲遮个教会所讲的。一信的人，我要将上帝乐园中活命树的果子，互伊食。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仔日牧师要对咱传讲的信息是：主诊断，知影你的一切。下面的时间交予咱曾牧师。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伫你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相较实。主，靠你的话，成为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阮伫阮过来的日子，拢有你的话，诚侪阮头前的灯路上的光，诚侪阮最大的帮助。搁一摆伫你面前要三角分享，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主日学的关怀主日。所以，伫遮牧师要甲咱来分享一个小故事。讲某一天，有2个10几岁囡仔，因伫街仔路拄着一位老铁学家，所以因想讲要甲即位老铁学家甲创治。我毋知咱捌去互囡仔创治过无？这个囡仔吼真特别吼。其中一个人，伊的手中掠一只鸟啊，将即只鸟藏伫后壁。伊然后就问即个铁学家讲：我手中正掠着一只鸟你讲伊到底是死的，也是活的？即个老铁学家讲伊死的，伊就安怎？囡仔就马上伸手甲鸟放互飞去。如果伊若讲活的咧，即个囡仔就安怎？就讲我著甲定好死所以对即个老铁家来讲是真大的什么挑战。所以即个充满智慧的老铁家，伊伫遐沉思一个时间，伊伫遐无不慌不忙伫遐甲囡仔回答讲：我毋知影即只鸟到底是死的。也是活的，总是我知影伊的性命已经掌握伫你的什么
手的内面。啊，这就是希腊铁塔故事带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每一个囡仔拢具备有无限的潜能，因对未来的掌握，伊讲的拢是伫你、伫我的手中。所以咱才为了主耶稣伫塑造这幼嫩的生命，因受带到教会来，无应该只干是管一寡财物，也是训练一寡技巧，听一寡圣经故事。因将来的生命到底是好是无好，其实拢交伫你甲我的手中。所以教养囡仔是一项真大的责任。充满着挑战的工作，如果咱好好去行去做，囡仔就对伫咱的心上看见，伫咱的信仰上，伫咱属灵的生命内面的这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将会影响因日后的生活，甚至一生。咱像箴言22章第6节安尼甲咱讲，教养囡仔要用合宜的法。就伊到老也拢无啦歪错，所以咱今日是咱教会主日关怀主日，牧师伫遮要真感谢文艺校长伊伫遮来帮咱看过遮个细囝，特别甲遮个咱即群的老师，伊拢用真大的疼心甲耐心，为着主耶稣伫遮咧塑造遮个幼嫩的生命。帮助因伫听的中间来学习成长，这个辛苦，主耶稣拢知，伊必定要纪念甲祝福。咱知影主流的宗教教育，这种的信仰的栽培，对咱教会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事工。有人讲，伫信仰中长大的囡仔，伊会当得到生命。伫教会中长大囡仔，伊会当充满信心；伫学中长大囡仔，伊会当满怀的感谢；伫亲爱中长大的囡仔，伊会学会晓关怀。这囡仔是咱的未来，咱期待咱有怎样的未来呢？今仔日就是拍地基的时刻。相信咱拢毋瞒咱的囡仔是一个健康、快乐、有自信、有活力、有智慧。那呢，咱是毋是爱共同来关心儿童的主日学教育事工？当心陪伴，就用听来陪伴这个囡仔，伫心智甲灵性顶面一步一步会伫遐来成长。咱知影今仔日。特别本周的新安宫已经来到最后的一卷启示录。只讲到启示录，牧师就想起咱几啊年前，咱有一位兄弟叫做王文业，伊来写咧。伊即摆是南投暨南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兼东南亚的系主任。伊是一位非常有理性的高级知识分子。当牧师问伊讲为什么要来教会洗礼的这个时，伊讲伊读圣经，特别读到什么启示录，伊的心中非常震惊，人类历史、世界的结局，真正哪像启示录所讲的，伫遮咧进行嘛。所以想来到教会，要甲弄好清楚、了解好清楚，伊心中这个疑问，伊伫遮愿意洗礼。就表示伊找到答案。兄弟姊妹，启示录第1章第1节，伊安尼甲咱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对上帝所予伊来指示伊遮的罗卜的，就是要紧紧正的事，伊就托伊的天使去指点伊的罗卜约翰，因为安尼是。启示录这卷册不断的扩展了咱对上帝心意更新的认识，更加会当将世界甲人类上最后的结局伫安来显明出来。明白
启示录叫咱会当防备什么？防备对敌的威胁。为了将来的压迫，咱会当先做准备。大先在末日最后的决战的结果，以及上帝对人类救赎圆满的结局，这个启示录的写作目的。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末世世界，人若愈挖过家己的惨命，就愈会自私贪心。佮人若因为惊吓，因为你若心惊吓，你就会成做罪恶，罪恶的萝卜。罪恶若愈多，苦难就愈多，这是恶性的循环。总是属上帝的路，咱的心中毋免搁再惊吓，因为因为上帝已经将伊的启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甲咱讲，真理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迄位最后得胜掌权的大君王，伊就是最后迄位得胜的大君王。所以咱要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读启示录，读一摆无明白，就读第二摆，读第三摆，直到看见上帝心意甲作为。因为既然读这本册顶面的语言，拢是拢是有福气的。兄弟姊妹，咱来知影启示的意思就是拍开，这将原不稳重的代志将伊显露出来。申命记29章29节咧讲，秘密的事属伫耶和华，咱的上帝的；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伫咱甲咱的子孙，要互咱行这个律法一切的话。原本将来末世的时势如何？这是什么？这是温目的代志，毋是临底有限的人所会当知影的。总是通过启示录，上帝将原本温目的事，咱伫遮来显明，互咱会当看见，会当知影，会当明白。目的就是爱咱谨慎保守咱的心怀意念。互咱会当伫遮来坚定会了解，所以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拢爱遵守做段，并且用信心、毋忘、甲疼心，坚信倚靠上帝，敬虔知足，会来过咱的日子。所以启示录的作者，咱知影是主耶稣12个门徒之一的使徒约翰。顶礼拜牧师已经咱的林牧师应该有介绍这位主耶稣所听的门徒。咱知影伊的个性是雷公囝脾气非常的大，非常的暴躁。总是伊的性命，伊军队的主耶稣伫遐来得到改变，使你家听，伫遐亲亲吸引着伊，互伊对雷的囝变成做使徒，也用伊的一生伫遮来见证伊所信的上帝，真正是用永远的听来吸引咱的上帝。咱知影启示录写作的时间大约是主后95年到90年期间。一般学者拢认为，当时罗马皇帝道米先，伊伫遐严厉压迫基督徒。当时高龄的90几岁的老约翰，因为无放弃基督的信仰，而被关伫这个距离幼所约了130公里的这个拔摩岛市。罗马政府会当禁止老约翰人伫遐来传福音，却无得禁止老约翰伫这个拔摩岛市的顶面日日替人来祈祷，为着人来祈祷，因为伊是遮尔关心世间人的灵魂，上帝就将人类将来的结局伊伫遮来启示。伫遮思想老约翰的一生的时，牧师当时也想着96岁，2022年9月初9，
王子运调的这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位世界人非常尊敬的女王，伊的处事态度是非常的优雅。你看伊拢是安那用什么？笑容所以看到笑容，我就想到阿阮姐咱拢爱学习爱有笑容笑来面对人甲环境。咱知影女王的一生也是非常的辛苦呢，真无简单。所以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困苦、辛苦，伊总是用安那坚定的信仰、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生命的每一时刻。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必须爱面对咱所面对的艰难、辛苦，甚至困苦。对那尊贵的这位伊丽莎白女王也是同款，只有坚定的信仰，在帮助咱伫苦难中来成长。当咱倚靠上帝怜悯、甲稳定，凭着信心行过这黑暗旷野的时，咱必定会当真侪生命中真正的得胜者。正如罗马人书5章30到50所甲咱讲的。毋然呢，着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在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愿望，也愿望无抵到见效，因为上帝会听对所想是咱的圣心来管压咱的心。今日的台湾，也是咱今日的全世界所面对的有瘟疫。有地动，这样天灾，还有什么人的问题的战争，还有其他的通货膨胀，所以经济就开始萎缩萧条，人类的甲世界结局，这是行这个启示录所记载的。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学习这位老约翰，甲伊丽莎白女王。用坚定的信仰所产生的这个信心甲勇气，来面对生命中每一刻、每一个时阵的艰难甲困苦的时。所以，咱伫遮咧讲主流教育真重要。所以，咱做基督徒的父母，一定要用正确的信仰态度来教养咱的囡仔，帮助咱所听的囡仔。会当行这个正道，对教路也无偏离。今日是10月16日，咱今日圣安讲的主题是啥物？对，咱今日的周报顶面写的啥物？主经段安那？知影你的一切牧师听了真受感动，家己咱伫遮来思想的。所以要运用今日文章的一部分的内容，甲咱大家来分享。咱知影作者伫遐讲伊伊去参加一个由夏中间牧师伫遐带领即个教会诊断的训练会。因伫这3天的课程中间，夏牧师运用启示录2章、3章，现行7间教会的启示的经文。提出一张格式化的什么表格，讲明教会的领导者的这个责任，上来先爱戴上什么圣经的眼镜、圣经的目镜来思想上帝怎样看教会。基础咧，爱针对教会提出一张类似这个体检表咱捌去体检无？体检表这个表单然后整理出有这个数字分析甲建议的报告。启示录中间和7间教会的诊断报告，拢是提出7个分析伊拢有提出7个分析。头一个是啥物？对基督形象的描述，
第二项咧，对教会的肯定；第三项，互教会的提醒甲纠正；第四项，对教会期待甲要求；第五项，对教会警告甲挑战；第六项，对教会的呼吁；第七项，对教会应允甲祝福。这提醒咱教会，咱兄弟姊妹特别领导者，袂当只甲一个一头栽进什么拼命去做事工。我听过咱的詹牧师讲，其实事工有时一年做一摆，啊，剩的时间啊，都来训练甲造就，伫咱的人命啊是安那，直接来不断思考，要怎样对上帝角度来看代志，啊是讲教会究竟有啥物款的需要甲问题？教会有啥物好？好伫倒落，而且好，无应该是安那家己掠做好，凭感觉伫遐讲，你是爱有一套合理甲机制，诚做教会前进的指引。可惜了，伫遮咧写作的年代，伊并无今仔日咱所讲的统计学，所以并甘是用上帝超越的眼界，伫遐来观看教会。作者约翰用我知影你，即个开始来做即个事实的陈述。所以咱今日教会，若要确实的反省，除了需要圣经的信仰观点，抑阁需要什么？长期观察教会各项什么？即个数字还是即个根据。咱知影数字是现实的，数字的变化将呈现教会的实况。不过，呈现数字毋是为了要奖赏干那批判，而是出于听教会。为了要教会当得到启示，发现教会伫社会变迁的中间，可能遭遇的即个挑战，互教会拥有新的眼光，会当看见上帝伫未来的救赎甲作为。伫遮牧师就将即个文章作者的文章引用到遮。兄弟姊妹，牧师伫遐问恁。当你若要买一间厝，要即个银行贷款的时，要买即间厝，甲银行贷款，要安怎贷款？是毋是爱去评看即间厝的价值是吧？即个价值偌济啊是讲咱家己有厝要借钱，若是爱评看咱即间厝的价值是吧？这咱拢真清楚。到底即间厝偌济钱？伊才决定要贷偌济互你，对吧？所以绝大多数的公司每一年拢有啥物业绩的考察成绩好的安那，成绩好的要怎么样？会员工安要安那？你若做头家加薪水啦，敢若成绩无好的咧，有时讲爱甲鼓励，爱甲勉励，敢若较过头的就安那，逼伊家己爱时进所以为了要保证什么，公司会当趁钱。个咱知影公司每年拢为着咱遮的员工要求爱什么健康检查，即嘛有无？即嘛若有若有问题咧，来提早预防、提早治疗。这病干最主要目的，就是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安尼你才有啥物成长的空间。好诶，继续保持，还是更加会进步；无好诶，爱找出这个改善、改变的方法。那呢，教会是培育上帝儿女属灵性命的一个所在，所以详细共款爱需要评鉴，并且直接讲爱更加严格的评鉴，为了要帮助教会这个属灵的性命，以及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属灵性命，是毋是会当渐渐伫遐进步，直到成长的性命，伫遐诚做得胜的性命。
迄即个启示录伫遮咧讲的是人类的结局，是世界结局。即个结局有一件代志，咱袂当忽略的，就是啥物？就是审判。做过来时，就是审判要临到。彼得前书4章17节，安尼甲咱讲，因为时到啦，审判对上帝假大声，若是对咱起头就遐个毋信趁上帝福音的人，伊个结局要怎样啊？确实，审判是要对上帝的家开始，所以启示录开始的3章。讲到是主耶稣写批予7间教会的批，7间教会代表所有的教会，7张批就是安那7张诊断书。主耶稣伫遮来指出教会的问题，提供即个改善的处方，为了要让咱即个属灵的性命会当伫遐得到成长，会当诚侪领受阳光免流的性命得胜者。咱知有所教会，是因为伫亚细亚交通即个要道的一个真大的一个城市，会当讲是一间什么领头羊的教会。主要说第一间平淡的教会，有所教会优点，第二讲是对真理的明白真清楚。主要所讲，我知影恁的所行甲恁的条文吞论，遐个最歹的人，你也袂容忍伊。遐个已经讲是使徒，其实毋是的，你捌试人面，知因是白贼，你也捌有吞论，捌有为着我的名忍受无亚善。启示录2章20到30的记载，主耶稣也伫遮学路讲，若是你要有一项可处的，就是啥物？就是你怨恨尼古拉党的所行，你也怨恨伊。启示录2章6节。有所教会伫遮认真查考上帝话的圣经，也会当明白并辨识真假道理，也会当怨恨主耶稣所怨恨的，这个拢是主耶稣所学落的。因为即个咱伫遮爱注意，即个主耶稣所怨恨的即项事，主耶稣所怨恨的，毋是咱家己怨恨的爱记哩哦。所以你看，这人做了，你若足怨恨伊，毋是安尼。会讲这人做歹，你怨恨伊哦，毋是哦，是主耶稣所厌恶怨恨的，毋是咱家己的主观性。咱爱记咧，这是非常的重要。咱今有真侪人真主观性，我怨恨即个，就甲主的名摕来讲，主怨恨伊，这是本末倒置哦。是因为主耶稣知这项事无好，所以叫你千万唔通做，所以伊若个做咧，就有不好的结局，这个结局咱知影所以咱伫遮爱知影。所以主耶稣也指出教会的缺点，伊讲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听，启示录2章4节。咱知影一间无听心的教会，要用什么来吸引人呢？所以咱今仔看见真侪教会有真侪什么纷争，恁知影无？派系对吧？拢是拢是用人的观念。我真感谢上咱的教会，真正拢掠上帝做主。就听咱若知影讲，咱咧用人的意思是咱家己会当反省，咱家己会当去感受，这是咱教会一个好。我会记得过去有几啊兄弟姊妹入来是拢讲，咱教会是一间非常有听的教会不过遐兄弟姊妹忽然间走去是咱的听已经去，所以真是无去这就是咱爱注意的所在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因一间无听心的教会，
到底要用什么来吸引人呢？兄弟姊妹，上帝永远会疼来吸引咱。主耶稣用十字架来实践伊对世界人的疼。奉主的名设立教会，如果只有圣经的栽培甲教导，却无实践疼心的行动力，这种教会咧，就那像啦，有即个灯台，总是啦，灯台无灯，伫遐啦照耀，吼，伫遐照光，是失去功效的教会，失去起初的疼的教会。这主耶稣对幼所教会的诊断，因此，迄位诊断以弗所教会医生耶稣基督，伊也开出即个解决教会问题后，开出即个处方。伊讲啦，所以着记得你对道路跋倒来，着反悔来行你起头的所行。若无安尼，你若无反悔，我要到伫你遐，刷你的灯台离开伊的位，启示录2章5节。所以要改善即个起初失去起初的疼，有3个行动的方案，对什么？爱回想，回想咱家己安那，甲主安那3件记录上帝迄种最初的感动。为啥要伫遮来洗礼？为啥要进入教会？有侪些人因为感动。第二样呢，同款，有的人是因为悔改，认罪悔改进入教会，所以爱悔改调整家己的生活。过来一摆伫上帝面前悔改调整家己的生活。第三项，搁去行起初所行的代志。起初咱到底行什么款的代志？咱这是非常的重要。兄弟姊妹，每一人入教会，特别进入教会的人，上大生一定拢受到主的疼所吸引。伊来到教会，伫兄弟姊妹心上感受到主耶稣的疼，这个疼来吸引伊，互伊愿意留伫咱的教会。伫遮三个敬拜，伫遮三个分享，总是明白真理，甲实践真理是安那同行同时什么进行的。如果咱只啊听道理，却无行道理，就会变成做大头病。人就安那头愈来愈大，人就愈来愈细心就愈来愈刚硬，袂记咧。迄个起初吸引咱的疼，至到只要求别人来疼我，却无能力安那互人疼。所以主耶稣讲爱思想迄个起初的疼，因为主耶稣为着你，伫十字架顶伫安那定死的疼，互这个疼来充满你，来满足你。咱来知影有疼，叫啥？你的心才哪？你的心才会柔软你的生命才哪？愿意伫遐来调整你的生命才愿有疼才有能力哪？去做主耶稣爱咱所做的这个代志。所以这个疼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有时咱人心非常硬看到像代志，拢用家己的观念想法对个引起人冲突。我其实伫学校伫看遮个囡仔甲老师甲家长我常爱讲两个囡仔伫学校冤家，恁知影无？冤家老费老弟，什么人上毋甘心？上非常不甘心做爸母的嘛，对无？阮囝好读册，竟然甲同学冤家甲老费所以家长来到好处理代志你若用家己的想法、家己的观念我你讲没完没了。人迄囡仔过转工拢好朋友你敢知？结果两个大人呢，冤甲一年结束还搁咧冤。所以咱才有囡仔迄种的单纯的心有时毋是用咱家己的想法去思考，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爱回想，求主帮助，无论做任何事工，拢爱回想迄个起初吸引你的、吸引我的疼。
所以咱求主来帮助咱，互教会成做一间真正实践听的教会。所以对即摆开始，无论咱的兄弟姊妹，人甲人的关系，恁若有小可哪无好、无拄好的代志，还是讲有啥物误解，咱得互相啥物？下面反悔伫主的面前，互咱的教会真做一路听，会当将上帝真理完完全全实践出来所在，陪伴这忧伤的灵魂，定心伫来起造建立，培育这个心灵，互咱的心会当刚强壮大，属灵性命伫遐日日成长进步的所在。最后，牧师要运用这篇新眼光读经本的作者所讲的话，互咱互家己一个机会，所以让你让我都有一个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让别人也有机会。互我有机会，互你若有机会，就啥物？互上帝阳光伫咱的心上来显明，会当照耀，照光伫别人的生命顶面，好不好？愿上帝当听伫咱的中间，伫咱兄姊妹的心上，互咱的心上来显明上帝阳光。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位，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对你的话，阮遮三卡是主，阮知，阮人伫这个世间有侪侪苦难、辛苦、着磨，有时毋是阮所会当知学伫担当的事。阮有时为着阮的工作，有时为着阮的家庭生活，甚至为着人甲人的关系，阮的主观、阮的想法，递到互魔鬼所利用，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伫阮本身的心灵、家庭中间，阮造成侪的困扰，也真济阮伫头壳内一直无法度将伊淡掉的一寡苦毒。做可以对当，搁再互阮明白，对启示录的顶面更好看见。上帝，你伫主耶稣的心上是一位得胜者，无论甲魔鬼的交战，无论伫人的中间，你都会当享受平安，因为你有听伫阮的内在。因为到最后，你是一位得胜的主。这个得胜不但伫阮兄弟姊妹中间，也要讲做得胜者，因阮更加相信甲明白。至到阮因为主你的听，也要诚做一个得胜者。伫阮的兄弟姊妹的中间，诚做芳芳的祭，芳芳的气味来荣光上帝。主阮的上帝，看你即时，互阮会当对答开始，搁再看见你的荣光伫阮的心上的作为甲行做。搁来一摆伫遮来荣光你的名。当即时伫你面前，用祈祷的手，搁再透到你的面前，看你的听，看你是决定的听，充满伫阮，信心充满伫阮。阮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为咱传讲的信息。请咱三角来吟诗，新信诗454首，上帝丰恩讲袂尽，会众请起立。
会长请坐，请一周的职事来侍奉奉献。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虽然伫做阮这个时阵，这2年，咱的疫情也无减少，但是阮确诊的人，每一个人也是若像感冒。阮知影有你咧保护阮，互阮这个病情袂愈来愈严重。我来感谢你，今日献上淡薄仔的金钱，来做圣工的内容，向你降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所以，要记伫你对倒落跋落来，要反悔来行你起头的所行。若无安尼，你若无反悔，我要到你遐刷你的灯台，离开伊的位。这是了2章5节。咱今日有一个较特别吼，就是要来颁发这个学生的这个奖学金吼。咱今仔日要来颁发的是有大专、有高中、有国中、有国小。咱先对国小啦吼，来国小高小赖瑞泽，弄落来呗。好，来，请到前面来。高小哈赖瑞泽哈。好，来到前面哈，来好定，来站中间了哈，来，来看前面哈，来看前面来，啊，好，好，来我们谢谢他哈。亚伦啦哈，啊妈妈，啊亚的，不好意思，啊妈依林哈，你好，啊，你后壁的所在哈，咱感谢伊哈，家囡仔培育较好，较优秀，不过伫信仰上来个加强哈。好，请坐啊。再来是中小李欣、巴以诺、赖瑞仪跟苏子腾。来，啊，李欣哈，
以诺、瑞泽、那个瑞仪啦哈，瑞仪跟紫藤，好看前面哦。好，谢谢哈。介绍一下哈，等一下，来李欣的爸爸哈，县委执事，那个小蝶哈，这以诺爸爸，宪强，个心仪哈，心仪在楼上啊，还是聊边哈。瑞泽哈，刚刚是亚德，瑞仪，瑞泽瑞仪哈，亚德跟意林啊哈，意淫赖意淫，好的。歹势哈，玉芬这哈，这个是紫藤哈，是迄个事先哈，迄个在楼上，燕玲在楼上啊，事先哈，好，请坐哈，来，上帝祝福你们了哈，来，最后初小，来，敏恩、汉恩、苏怡、以安来到前面，好，哦，这个。这生力经了哈，来敏恩汉恩、以安、苏怡哈来看前面了哈，来看前面，那这样饼哈，好，看前面，好，那你介绍哈，敏恩众圣长老、怡金长老娘哈，最小的女儿哈，跟汉恩是惠文县李仲贤执事啊哈，跟惠文哈执事两个囡仔哈，跟这个以安我们生科队队长我们的诗琴那个圣坚跟伯良哈，苏怡以安都是哈好，谢谢你们，加油哈，好。再来，我们来国中八子雷国中只有八子雷好，很棒哈，来八子雷哈，哇，八子雷已经要跟校长一样高了哦好，看前面，好，来介绍八子雷宪强哈。那个心仪的大女儿哈，子雷，好，加油哈！你要不要做见证？不用哈，好，请坐哈。高中也是一位李承恩来到前面来看前面，来右边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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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边嘿，来看前面。好，李承恩是众圣长老跟怡金的女儿哈，阿公是正昌执事的，阿嬷对不对？好，阿文这哈，你要不要做见证？不用，好，请坐哈。大专是赖俊杰跟赵怡珍两位，个研究所庄雅英3位来。2个人不想领吗？来，那个，来帮那个赵怡珍领来，爸爸来。他有工作了哈。我知伊有时拢爱加班哈。好来，静姐呢？英化有来吗？没有哈，妈妈没有来。好来，来看前面，来一起站近一点你们3个怎么？庄雅英是牧师的囝，怡珍是幼慈执事的查某囝有要见证不？没啦。庄雅英要不要见证？不要哈。好，那就花到这边，好，请坐哈，谢谢你们，大家加油哈。请大家先开周报，我来报告，请大家来看。
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的主日学关怀主日，请为主日学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头拄已经颁发奖学金，愿上帝祝福咱遮的细囝，伫信仰甲课业顶头拢会当荣耀上帝。礼拜了有第二堂，请服侍的同工留落来继续服侍。礼拜了第4楼有松年团契聚会，请契友踊跃参加。下晡1点伫教会3楼有直播的事工研讨，请直播的同工来参加，嘛邀请大家来加入直播的服饰，互教会嘛有预备便当。财务组加报告，请教会甲团契会计尽快将1到9月会计账整理好，再交给查账委员怡君姐还有心怡姐检查。收回报告加教会要伫下主日23号要颁发填写新眼光圣经填充题的鼓励奖，请有写7到9月圣经填充的兄姐加把迄写好的圣经填充卷订成一份交出来，至少有10张。安尼较好统计人数。第2项，10月19日礼拜3，早时10点，伫教会有新眼光查经班，欢迎来参加。第3是 RPG 的复兴祷告小组招生，要学习经文导读线上 RPG 的详细，请迄林牧师来报名。第4项。各团契注意伫10月底要完成团契干部的改选。第5项，10月到12月份的新干工读经本已经到啊。主题是在真理中坚定信仰，请大家一个人拿一本回去，每日单独会主读经默想，使用金句导读文。好，让我们邻里有生命的话语，刚强壮胆，日日蒙恩得福，如鹰展翅上腾。好，我们本周的那个圣经填充题是启示录第2到第3章。好，咱本周的寿星有云梅姐，个百祥兄、博颖兄、金泰兄、素贞姐，个有李欣。咱请遮的寿星起立。祝你生日快乐！就这请坐吼，愿上帝祝福恁日日蒙恩得福。这是请牧师带咱同心代祷。咱这是拢起立吼，咱为着咱所关心、所需要的代志，咱同声开嘴来祈祷吼，每一个人开声开嘴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三个敬拜，吟诗学乐，也对你的话来得到领受。但只是为着阮教会的需要。做可以为着阮陪伴阮教会真正需要下礼拜堂，也是阮所领受到伫阮的灵的内面所要得到起助的一个所在。诚侪阮最大的帮助，为着你名来高举，为着你名来宣扬，做可以特别甲阮三个弟弟。新邦希望教会会开到事工，做可以也特别甲詹牧师正兄弟姊妹正同工三个弟弟，就会手放伫因每一位的身上。阮本身伫这个所在的敬拜，阮也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的需要，特别出国出外遮兄弟姊妹，做可以无因伫因的工作、因的家庭、因所行踏的任何事项，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甲看顾，伫你的掌权下来看见上帝你的荣光，来领受上帝你寡大的福分，做可以你也即个遮的
出外的兄弟姊妹参加伫地，做兵会施恩助困啊，特别看顾伫伊出去内外，拢得到平安。伫军中的生活甲一切，领受你大大的福气，转换伊、改变伊，无伫伊的生命肉体，伫伊的生命中，也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阮兄弟姊妹中间有侪人伫即摆确诊，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因的身躯，伫确诊的中间，紧恢复因的健康，领受上帝你我大医治甲帮助，照的手也伫因的身上。特别遮个身躯软弱、病痛、艰苦需要兄弟姊妹，主可能也成立圣手扶持帮助医治看顾，坚定因的心智，互因甲你更较有亲密的关系，来有上帝你的神灵拢伫因的身上来做工，真做活活的见证来到你的面前。主可能特别甲遮个需要兄弟姊妹参加伫地。阮兄弟姊妹中间，阮的需要，阮本身的代祷，问阮的对象，阮所对你求讨的，主可能你会当互阮伫阮的求讨中，领受你大大的恩典，就满满伫阮每一位。当阮为着阮的需要祈祷的时，主可能会当应允伫阮，总是毋是照阮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特别伫代祷的对象顶面，主可能会当互代祷者，互因所需要的，也伫你的旨意中来成因本身的需要。祝阮伫遮对你所求讨的一切，完全恭敬摆在你面前，可你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三角来吟上吟的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才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引传，对这粒，甲咱正的姊妹三甲地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今仔日的聚会到这，列岛闭会。